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咱去一摆三甲主节，用俄乐，用感谢，用颂赞，用欢喜、感谢的声，用咱的祈祷来奉献给主，甲上帝去一摆来亲近上帝。好唔好？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主阮何等听主。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原知是上帝你圣神在引带阮。愿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赞。你知伫阮生命中，阮的生命有侪侪拉山误会，有侪侪忧愁看路，总是愿恳求上帝你怜悯阮，恳求上帝你帮赞阮，互阮的心专心倚靠上帝。你就要互阮伫你的实下，搁一摆会当体息飞悬。当这一切灾难过了后，阮要定心伫众人的面前讲，赏赐平安的上帝，祝阮一生的年日，拢要记牢你伫阮危难的中间，你救了阮。求上帝你帮赞阮，特别伫这暗时、这宝贝的时间，阮搁一摆奉献给主你。求上帝你安静阮的良心，搁一摆恬静阮逐人的心。伫阮一日有侪侪无相款的劳苦，甲无着磨，求上帝你亲自勇壮，搁一摆来甲阮坚固阮的灵魂，互阮伫安静的中间来得到智慧的心，成做主你欢喜的囝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搁一摆三甲会当伫即个时间用祈祷来三甲甲上帝亲近。我想咱搁一摆会当做伙来了解，伫咱即礼拜中间，还佫有侪值得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咱要做伙安怎样来咱的主上帝恳求。兄弟姊妹，伫以色列人，咱知影伫即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国家。会当讲是即摆疫情内底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家，因为伊是第一个推出疫苗的一个国家。按照以色列国家内底，因有超过2/3的人口已经接受这个新冠疫苗。我相信这2礼拜甚至这3礼拜，自咱台湾开始有疫苗了后，我相信每一个人拢在思考：我到底该做无？我到底我靠上帝就好干嘛去做这？但是我时常咧思考，等头教会解封的时阵，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人甲人彼此的中间，往往咱嘛开始会思考，咱的朋友、咱的身躯边的人，伊有做无？伊若无做的时阵，往往嘛有当时咱嘛会想讲，祷告较容易。来递到感染，所以兄弟姊妹，以色列国家，我认为伊伫真做一个复兴的以色列的一个国家。我知影伫因的国家内底有一个事工叫做复兴以色列的事工。这个事工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总编伊叫做 Answer Interest。这个 Answer Interest， 这个牧师。伊捌解说有2个重要的原因，互因的国家来达到这个要紧的目标。伊伫讲起，伫这整个对新冠疫苗开始推出了后，因的劣笔就是因的老师，就大声带头来做接种。后来犹太人每一个人就对咧，大家拢来接种。这个推特，伊认为。这所有的犹太人因接种率会当达到90%，其中是政府因非常大力的宣传以外，嘛有人认为讲迄是政府要求国民就爱强制接受这个疫苗啦但是事实并不是安尼。牧师在了解整个的这个历史内底发现，这以色列的政府卫生部门。因咧制作这个广告，是由这少年人因用无相款的音乐
用饶舌 rap 音乐，然后伫宣传的内底唱出讲帮忙，拿出手臂去接种的意思。所以用安尼方式来感染影响侪国民，三甲会当做伙来完成疫苗的接种。兄弟姊妹，以色列百姓因会当讲是新冠病毒感染率甚至死亡率已经将近0啦 ，0。因的人民豆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包括会当商务出外境啊、出入境、旅游，甚至所有国家的封锁国的部分，拢已经解脱。所以，这个牧师吹特伊表示，有人咧问讲，究竟这摆疫情对国家来讲是好事也是歹事？兄弟姊妹，牧师真期待，咱三甲会当做伙来面对这摆疫情。特别伫即马疫苗开始，国家已经为咱争取有侪机会会当接种，咱着爱去研究了解。两种无相关的疫苗所带予咱，绝对拢是以健康平安做出发点。但是有无相关的副作用，咱嘛着爱去了解伊。兄弟姊妹，伫咱即摆牧师真期待，咱会当三甲来看一段圣经节，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0节到22节。圣经的话安尼讲，毋通藐视先知的话。事事着爱查验，好的着持守，一切的邪恶着弃杀。兄弟姊妹，圣经内面讲毋通藐视先知的话，你讲起的是啥？我认为每一项智慧专业，拢是拿亲像上帝选调因加做先知的角色，要互咱人了解什么对咱是有平安。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已经接受这个接种疫苗的预约啊。虽然我目前40几岁，但是我认为咱若会使这，咱配合，若是有这资源，咱就放心用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恬静的心，三甲会当来配合这摆疫苗的接种。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有平安。求上帝的勇壮。互咱的生命是靠着圣神的气力来行这无可能的事。伫咱人看虽然是非常的危险，但总是我相信上帝是疼咱的，伊嘛是疼咱所面对的困境。上帝伊知影咱的困境是啥，自然要为咱带领咱行过迄个苦难。求上帝帮助咱三甲做伙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首先，咱为着伫即摆疫情的中间，有将近100几个人，几来家庭，有真侪家庭，因为即摆来离开世间，因为得到即个感染，即个病，得到来离开世间。因的亲人无法度通马上，甚至甲伊的亲人来道别，甚至伫个中间，我相信有侪咱健康的人，咱无法度通理解，咱无得到感染的这个国人，咱会当理解。但是咱着爱为着这个真正心灵创伤的人来祈祷，求上帝帮咱，嘛亲自求上帝亲自安慰因的心。第二，咱嘛继续来为着这弱势的团体来祈祷。有侪人因无法度通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甚至有当时因唔知影上新的资讯是啥，甚至伫因的口罩、因的喙安要安怎会当提供互因有这个物件。我相信对因来讲，拢是非常困难的代志。求上帝帮助咱，有侪人因伫困境的中间，因无法度通接受好的治疗，咱求上帝亲自怜悯，帮助因，亲自甲因坚固，好唔好？邀请咱做伙大声来为着这两项事来祈祷，求上帝亲自安慰因的内心，嘛求上帝帮助咱有能力的，咱会当甲因帮助；有气力的，咱继续用祈祷来求上帝亲自安慰咱的内心。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主管在你是救阮的上帝，主管在伫阮人生的道路中间，是上帝你加做阮的保护。你常常甲阮三甲伫地，是要因为互阮经历
伫世间上侪苦难甲艰苦，弯腰游玩会当刚强壮大，为主你跑走天路。主啊，阮特别为着即摆疫情，所有侪人递到生命死失的家庭来献上阮的恳求，求上帝你亲自怜悯安慰因的内心，是上帝你真做阮的帮赞甲倚靠，是上帝你真做因及时的帮赞。主啊，如果伫因有劳苦重担，上帝你亲自来甲因担。当阮有能力的，阮有教业，有需要，阮嘛会当甲因斗相共。求上帝你赐福阮，常常为着这劳苦重担的人来献上恳求。特别，阮嘛要为着伫即摆疫情的中间，有侪弱势的团体，伫因所侪资源无法度通供应的，阮恳求上帝你嘛亲自来安慰、补助伫因的需要。主啊，你甲阮讲，你是赏赐阮丰盛教业，补助阮欠缺需要的主上帝。主啊，万项唔易，拢是上帝你的赏赐。阮嘛相信，当阮伫困苦、劳苦、重担的中间，你伫阮不足的上时，你嘛要亲自来甲阮赏赐。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三，咱要继续来为着伫咱国家以及伫咱所有侪国家，因无法度通有好的疫苗，甚至伊无法有较侪资源来接触上好的帮赞。咱求上帝帮赞，特别咱嘛来为着咱看见有侪欧洲的国家，因的人民无认为这个病毒对因来讲是一个危险，但总是因嘛伫迄中间来对落家己，甚至伫遐放纵家己，伫遐佚佗、喜乐、欢喜，但总是无法度通去了解上帝伫这世间已经互咱看见有一个病毒，有一个毒菌会影响人的生命，遐尔危险。咱求上帝怜悯，嘛求上帝帮助，或者国家每一个领袖，互因会当做好的判断，来帮助伫因的国民，会当做上好及时的帮助。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你是阮及时的帮助甲倚靠。主啊，阮有时阮袂晓得，阮袂晓得看见上帝你听的问题。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明白，互阮正人，特别每一个国家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一个个体，阮拢需要更加谦卑的生命来看待上帝你所创造的生命甲世界，互阮会当同心，会当了解，全球已经有侪人伫即摆瘟疫的中间来递到死失、艰苦甲感染，甚至生命带来危险。主啊，这拢是魔鬼的诡计，带互人伫丧失生命中间失落家己。主啊，求上帝你亲自帮助阮，互阮无互魔鬼的诡计卡赢，互阮定心伫这环境的危险的中间，阮要悠然、谦卑、顺服，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主你恳求。求上帝你加做阮的帮助，互阮无互世界的引诱来带到阮生命的对落，反倒转，互阮更加谦卑顺服上帝你的心意，为着这国家，为着身躯边需要的人来献上恳求。愿上帝你加做阮的帮助，带领阮，赏赐阮有教业的开力，常常甲人甲这个需要袂捌主你的人来传达真佮活的道理。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四项，咱来为着咱这医护人员，因非常的辛苦辛劳，对开始接种疫苗，甚至对这个感染的患者，因拢用心，甚至付出侪心力。咱可能正常会当安尼好好喘气、食饭、休息，但是因一天可能18点钟、12点钟、14点钟，都是为着来服务人，为着会当互咱国人会当得到上好的治疗甲照顾。咱做伙同心来为着因祈祷，求上帝来坚固因的心性。咱做伙同心来恳求。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遮的医护人员，互因有智慧，互因有能力，会当三甲为着即摆疫情所带互国人侪无方便的所在，
通过因的协助，通过因的帮助，嘛通过因的帮助甲医治，互阮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好，也求上帝你帮助因，互因无受到感染的危险，互因所接触的环境，拢是充满着上帝你所洁净清气的环境。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求上帝你坚固因的家庭，坚固因的心神，嘛坚固因手所做的工，拢通荣光上帝你的圣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最后，咱要做伙来为着咱的国人，特别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有侪兄弟因接种疫苗了后，有侪反应无相款，咱特别来为着毛长乐，为着咱的毛长乐来祈祷。伊伫接触即个莫德纳疫苗了后，几工了后，然后开始有症，目前医生伊病院的医疗的方式，就是用即个加护病房上好的即个方式来甲伊做治疗啦，所以咱求上帝帮助伊，互伊会当伫即礼拜中间会当上好的治疗的内底，来得到上帝上大的帮助甲医治。咱做伙嘛，为着咱身躯边有亲人朋友有欠缺，特别咱嘛来为着随风执事，伫个身体拢是靠着信心、靠着喜乐的灵的气力，得面对伫伊的生命的痛痛。咱求上帝亲自来安慰、拥助咱这兄弟姊妹。特别咱嘛来为着咱伫今仔日下晡接触这个疫苗昨也是今仔日拢有这个秀华节，包含着爱长乐甲妙玲节，因拢接触这个疫苗的接种。咱求上帝亲自甲因医治顾守，互因伫这整个或者的副作用会当减轻到上少。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主阮主你感谢，献上恳求恶乐的心。主，阮知阮的生命需要幸福，阮的生命是伫幸福的内底，互阮会当伫即摆疫情的中间，会当受上大的照顾，就是阮伫谦卑顺服的内底。上帝你特别要甲阮顾守，求上帝你用你的大能，用你的温柔甲疼痛来帮助阮。勇壮阮的内心，互阮伫即摆疫情的治疗的内底，阮需要更较侪对你遐来的气力甲医治的大能，互阮所接触的即个疫苗，会当互阮的副作用是减轻上少到伫上少，甚至无遮影响。主啊，阮主你恳求，特别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即阵受疫苗所带来身躯会无相款的副作用，即摆要伫住院的毛长乐，阮恳求上帝，求上帝你赏赐伊教育的气力、人民帮助伊，通过医疗团队上好的照顾，互伊紧紧来恢复，继续为主你来活，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我嘛要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着爱长乐。妙玲节、秀华节，以及互因以及无私无提高的这兄弟姊妹，阮拢恳求上帝你来坚固因的心神，互因伫即摆接受这个疫苗了后，有无相款忝，甚至无爽快的副作用的常时，求上帝你亲自施落你医治的大权能，高抹伫因的空喙，勇壮因的肉体灵魂，佮一摆来勇壮，佮一摆来气力，有气力。来为主你来活，为主你来行人生的道路。特别我要为着阮所听随风执事来献上恳求的心，求上帝你真做伊的帮助，喜乐的心就是伊生命上好的荣耀，互伊会当行过遮尔侪的年日。阮主你献上感谢，我嘛要特别恳求上帝你继续扶持看顾伫伊，当伊面对无论疫情。无论伫伊身躯无相款的痛痛的时，主啊，你知伊身躯完全的需要。求上帝你丰丰富富医治，满有气力望，大大赏赐予伊。当心伫你的面前，阮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
阿们。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是咱生命上大的瓦壳，所以咱活伫这世间上，咱拢会当用祈祷，把每一摆会当用祈祷来甲主3000斤的事，好唔好？邀请咱每一摆，咱至少每礼拜这真要紧的时间，每礼拜3的暗时8点，咱三甲用祈祷来经历上帝伫咱生命中所面对的生活。嘛邀请咱会当提早7点50的时，咱就备办心，三甲做伙来祈祷。这时牧师要邀请咱三甲做伙来吟一首诗歌。有任何环境，其实拢袂抵到，互咱通得烦恼甲惊讶。上帝是听咱的主上帝，当咱有侪环境会抵到，互咱感觉真惊讶的事，会记得上帝一直是咱生命上大的帮助甲瓦壳。当咱行伫人生的道路，需要主的事，当你袂晓祈祷的时，咱会使用祈祷，用安静的声甲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咱三甲用这首诗歌，三甲来回应主，三甲来上帝。能地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两个一摆讲，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咱免惊的原因，是因为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所以免惊。咱全能的上帝，伊要互咱伫安全的内底来行过人生的道路。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是啦，咱的主是咱生命的山寨，是咱的磐石。当咱仰主恳求的时，伊要成做咱的盼望；当咱倚靠伊的时，咱的困难要因为上帝圣神的帮助，互咱得到永驻，互咱得到困难。耶和华，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来讲，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
你是阮生命的气力，是阮的帮助，是救阮的耶和华。阮一生无要离开你。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愿上帝平安赏赐予咱，予咱每一摆珍惜甲上帝的时间。愿恁平安。